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8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近年来，甲这个马来西亚10部大学生吹死的凶手，即法院认定犯罪了后无忏悔，要再犯案的可能性，今日宣布死刑，也就规世人剃头公款。高雄市名查甫老师伫台北18线顶头，去互喷来铁片击着，当场死亡。目前警方锁定一台大货车等去调查。乌克兰港口马里坡有一间戏院内面有1200外名民众伫被办所受到罗西亚军队攻击，死伤严重，救援人员等去搜救。讲到顶年10月，有一个来台湾读册的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去互一名细娘嫌犯活吹死。这案件经过1年外的审理，今仔再去宣判。这法院认定讲，这嫌犯的犯罪动机是有事先规划过，而且伊手段真粗残，犯罪了后无忏悔，而且有再犯案的可能性，用一寡理由来给判死刑，也就爱规世人给剃头公款。自20日来台湾读大学的马高女大学生，和当时被伫高级桥卡变到纽约市掠去，强制性交杀害。案件经过1年外审理，再去桥头庭院来宣判。对马高女大学生的部分，判嫌犯死刑加剥夺公权终身；弃尸的部分，判2年有期徒刑，合并执行死刑。认为说他在上一次的未遂的行为没有受到警惕，反而更升级自己这一次的犯罪行为。桥头庭院表示，4年的被告对马高女大学生下手进前，也想要伤害另外一名女性，和对方走去了后，又搁伫相关的所在每1个月来犯案，也强化犯罪工具性能，属有无而且有计划犯罪，手段是真残忍。加上审查1年外拢无承认有故意杀人的意图，伫专家鉴定了后认定，重回社会了后再犯的机会真悬，对社会危害程度大，并且伫即摆犯行中严重破坏台湾的国际形象。基于这5点的因素，决定来量处死刑。再犯最高危险等级，那预估15年后，再犯性侵案件或是其他暴力犯罪类型的几率高达50%以上。是杀人要偿，这个死刑是我诉求的，所以我满意这个判决。也知道还有第2审、第3审，还要等。女大学生的老母接受电话访问，认为杀人就应该爱赔命，不过也无法度让查某囝搁转来啊。另外，4年的被告进前有无犯案未遂的部分，判2年10个月，合并执行死刑，怎也会使上诉。很难原谅他，所以说如果现在司法一审已经把他判处死刑，尊重。市府表示尊重这个判决，另外这个事件也因为马高女大学生的身份演变成多国际事件。校方回应，事件发生了后，好好配合并且协助父母来处理后续的代志，设立校安中心，强化学校内外各项安全的机制，而且组成夜间巡守队，守护师生甲社区民众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11月，桃园有一个姓蒋的查甫人，依靠居山的便利商店买物件的时阵，这店员口劝伊就要挂嘴暗，煞惹伊无欢喜，伊就等去因兜举刀仔来甲这个卖办的店员杀死。检方经过3个月侦办，认定嫌犯伫咧犯案的时阵无精神障碍，依照杀人罪要甲伊起诉，要求法院就要甲伊判甲当。专案移送到桃园地方法院，法院认定讲这罪行会超过10年以上，所以先裁定受压。好心情不稳，互人口劝挂嘴暗，姓蒋的查甫人涉嫌杀害超商店员。专案经过检察官3个月侦办，18侦查终结，检方依照涉犯杀人罪嫌，对姓蒋的查甫人提起公诉，建议法院甲判当刑。被告行凶当时没有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的情形。另外，审酌他手段凶残，只因为细故就对被害人痛下杀手，造成被害人家属终身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以及被告是自首等一切情状，向法院求处重刑。因为互人口劝挂嘴暗说冤家，姓蒋的查甫人3遍登去桃园旧山区的超商，摕刀刺杀大夜班的店员。虽然伊讲家己有精神疾病，案发迄当时是会记哩，不过检方请中间病院做精神鉴定，发现姓蒋的查甫人虽然有困眠、节律障碍，不过无属有重大精神疾病，无影响到生活功能，认定伊作案的时阵无精神障碍，还是心智缺陷。他是在服务，他在工作，又不是说去那边玩的，社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就好了。被害者的爸爸过去真侪解讲真无奈，超商少年线发生真侪件暴力事件，便当有店员提醒挂喙暗去互拍，甚至各方攻击目睭，新北原来有口腔实验者引起冲突，也互超商工作的安全问题正人注意。
我觉得见警率啦这件事情上，当然是它有一定的成效。我认为雇主应该也要加强配合，他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巡查的一个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有一个联防的系统。防止超商暴力，政府加强警民连线，用动法要来捕破网。路团是讲，第一时间是有效果，不过无理智的人客无法度预防。长期落来，所有解决甲执行，是毋是会当做甲正好，也有待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台北18线昨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是一位伫高雄驾车查某老师，伊驶车驶到一半，所一块铁片喷过来击破玻璃，一位查某老师是当场死亡。教育局表示讲，老师是伫咧上班的半中途发生意外，符合因公护术的条件。另外，警方也有锁定一台大货车，也当咧追查这铁片的来源。学生写到思念的心情，大家安怎也无想到讲，过一天，我听到李老师的消息，人已经过身啦。有学生讲，实在唔敢相信这是真的。伫高雄某一间高中教册，李老师是学校内底唯一教健康甲护理科的老师，差不多全学校的学生伊拢教过。无结婚的伊，甲学生当作家己的囡仔来听。伊不幸死去消息传来了后，也互老师甲学生心情真歹。学校讲会陪囡仔度过这人生的功课，另外也设立批箱，互大家来写批抒发心情。对啊，很难过。因为我们还有脸书，我们有脸书有在互动，很尽责，是很不错的老师。比较侪年的校友也讲，老师教册真认真，尽管已经毕业吧，师生的互动也是真好。另外，对着因为上班中途遭无死亡意外，高雄市教育局讲符合因公抚慰的要件。针对此案，离师符合因公抚恤要件，学校也已经启动辅导师生情绪机制。不过造成事故，这铁片对单位来，警方比对监视器锁定一台大型货车。根据现场基证、调阅交流道监视器画面以及国道门行架资料交叉比对，已锁定特定车型，积极侦办中。警方表示，已经锁定对象，造成这事故车主可能会牵涉过失致死的刑责，要修车业者经过相片来研判，这铁片可能是后修车的零件。不过警方无讲更加多的详细情形，将调转小组会全力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薪水是无起，物件却一直咧起价，亲像台南的沙漠鱼，也有屏东的泰国鸡，价钱拢起甲真悬。民众要食就要加开支，才会当食到一顿青草的。央行今仔日预测讲，国内的经济成长率有到4.05%，不过也甲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9到2.37%，是比去年底搁较悬。无论是用炊煎的，也是红烧、煮汤、煮糜，沙漠鱼料理大家拢真爱食。只是这个被叫做国民美食的沙漠鱼，最近价钱一直起价，产地地边价每台斤为今年过年进前43到45块，即马已经起到60。河北沙漠鱼料理的小吃店，感觉是食袂消，决定要起价。鱼肚因为说疫情的关系啦，再加上那个温辣它都有涨啦，没办法复合，所以稍微涨了5块钱这样。除了沙漠鱼起袂煞，真侪人爱食泰国虾也变贵，因为最近虾饲料起价，产量却因为受天气影响无好。我们泰国虾的饲料从之前到现在，每公斤已经都调涨了大概1.5元左右了，收成的数量无法达到预期的数量。那这两个很大的原因就会造成泰国虾的价格是不断的飙升，持续还会再涨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反映在料理方面，料理方面可能会涨价。国内物价起袂煞，民众真正求水。中银行虽然有讲国内今年经济成长率是4.05%，保持有希望，不过也上修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到2.37%，比去年底发布的有高达增加0.78个百分点，也比主计总处的1.93%较悬。这摆央行调悬 CPI 主因就是国际油价称悬，加上产业者反映成本调悬外泄的计数，加水果、耐久性消费品。机票拢起价，而且有其全球供应链问题会继续一段时间，这拢让物价会牵悬。因为现在物价什么都上涨。本来做生意人就爱用赚的呀。前阵子最高还涨到130几块美元一桶，好，所以如果原油的价格好是居高不下的话，
那我觉得对台湾的物价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学者提醒，虽然国际能源介绍下半年有机会落顿来，不过乌克兰甲俄罗斯拢是重要粮食生产国，因为粮食出口占全球真大部分。若战争继续耽误着产季生产，国内有可能今年规年拢面临高量价问题，这拢对台湾的物价造成未少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第17宣布要升一码，今仔日就随反映伫金融股顶头。不过早盘大型电子股有落小看，落尾台股收盘是收伫17456点。有专家认为讲，这基准利率来调悬，对买厝贷款是家己大的人是无啥影响。不过这对这投资者来讲，这压力就变甲真大咯，真有可能甲这压力增加伫厝卡的厝税顶头。央行总裁杨金龙17宣布升利息一码，升息速度这么紧，互国界真意外。财政部长苏建荣出来背会，讲是对美国相关利息，强调目的是为了平稳物价。升利息一码0.25%了后，中贴现率来到1.375%。房产专家表示，实际影响无大，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冲击。可是对于心理的冲击非常的大，因为这是台湾央行过去以来很少有升息幅度这么大的一个状况，从过去的稳健保守、可预测性转变为不可预测性。对于投资客户可能会导致他们的一个手上的一个持有的不动产减码。那当然，对于租屋客来说的话，或许可能会面临到所谓出清转价的一个问题。央行升利息，台股立刻反应。18开盘，低平盘起落，开价走低。不过金融股是因为相关利息利多的加持，股价相对较强。和大盘台股中场收伫17456点，小可起8.3点，成交量是3612亿。其中金融类股起1%至4%。受惠升息的一个利差，所以今天的金融指数是大涨了超过1%以上。若是回期央行相关利息，一旦互资金流入台湾，新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18以28.44开出，擘大起1.98角，起价28.258块，中场时升达幅度有较长弧，收伫28.36块，升9.6分，成交量是15.55亿美金。若是外界预测第5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央行并无推出。不过后一波压差房政策是伫财政部，部长苏建荣是讲，俄罗斯税基合理化，也可能公布长期无调整的管期来做税金确定可行指标。记者综合报道。接续直接看来看咱国内疫情变化，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咧嘉义市，是一名30多岁查甫人，伊本身已经做过2档 BNT 疫苗了，也是确诊，目前是嘴部感染源。另外，伫这礼拜有65个 Omicron 带病入境个案，有一半是对东南亚国家入境的。那讲到这主疫苗受害救济心查，目前也有4500案等咧排队。为副部长陈时中表示，心查过程是爱正斟酌，速度的部分也会赶紧改善。乃至王祖饭店人员摕酒精倒布进行预防性消毒，因为确诊者13捌来饭店参加婚宴，按21792是嘉义市30多岁男性业务员，捌做过2剂 BNT 疫苗，3月10日开始陆续出现症头，家己购买快太济，验出阳性了后，到家卫生局通报采验确诊 ，CT 值是11.4，病毒量真悬，是国内第4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紧急的匡列相关的接触者，那总共有27位。那这27位经由我们在做 PCR 的检测之后，都是阴性。另外，上新的基因定数结果也公布，这礼拜新增加65例Omicron境外移入病例，超过一半是为东南亚、越南、泰国的所在来。累计国内本土国加上境外已经有1209例Omicron病例。这礼拜也新增加2个中重度患者，一个是为美国返来台湾50多岁男性，捌做过2剂 BNT 疫苗，断疫期间因为肺炎使用瑞德西韦治疗，2礼拜后治好出院。另外一个本土病例是台南60多岁男性。去年7月捌做过1剂 AZ 疫苗，有中风阳性的病史，长期就医做复健。今年3月复健的时阵，互人酷烈采检确诊，断疫的时阵原来有使用瑞德西韦的治疗，病况持续的改善。有效可以预防
这个重症跟死亡的一个方法，就是完整的来接种COVID-19 的疫苗。所以如果还没有接种1剂、2剂、3剂的长者，呼吁还是尽快来接种。国内新冠疫苗开始做将近1年，有民众因为注了后出现不良反应，需要申请疫苗注射受害救济。不过审核结果唔知什么时阵出来，都有医生批评讲有救无人，申诉麻烦，等待伤久，判定伤难，这是大问题。确实，以家属的心情而言，或个人心情而言，确实会觉得比较慢。但是我们也尽量跟专家来做相关的沟通。那程序上要非常的仔细，因为这有很多的科学的证据。但是中是讲，因为这是新的疫苗，程序爱真详细，审核速度会尽量改善。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2月17为止，拢总接到4485件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请，已经审议294件，其中13件是有关系含救济、丧葬补助、医疗补助，到今嘛已经给付的金额拢总1,600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第15公布资料显示，讲全世界确诊人数平顶礼拜增加8%，其中中国南韩病例数是逼出来，而且是上界多。另外一方面，莫德纳17有甲美国 FDA 申請，講這疫苗就要做到第4趟的緊急授權。中國新冠病毒疫情繼續升懸，對於3禮拜前每天100以下的新增加感染的比例，大增加做連續1禮拜每天超過1000的新增加的比例。17個新增加2400多例確診，遍及吉林、福建、廣東這20多個省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迄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着防疫對策要求堅持科學的精準，動態愛清零，並且部署重嚴落好疫情防控的工作。世界衛生組織15公布的統計數字指出，全球新確診總數甲前1禮拜來比較增加8%，是對1月底以來上大的增幅。其中一個成長幅度上大是西太平洋地區的中國甲南韓這兩個國家，中國的增幅是27%，南韓是25%，分別是全球的第1位甲第2位。另外，南韓每天新增加確診病例數17個再創下新冠的紀錄，來到621328八人，每天新增加死亡人數是429人。보다 전파력이 높은 오미크론 BA2형의 증가입니다. 유럽의 경우에는 유행 정점 후에 감소하였다가 최근 다시 증가하는 상황이 있는데 여기에 BA2형, 일명 스텔스 오미크론이라고 불리는 BA2형의 증가가 관련이 있다는 의견이 있습니다.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 BA2형이 2월 17% 수준에서 최근에는 26%까지 증가하고 있습니다. 불안하지 않습니다. 저는 빨리 더 많은 사람들이 걸려서 빨리 그냥 그 다가 전부 다가 항체 형성자가 됐으면 좋겠습니다. 18南韓新增加確診數對前一天的破紀錄觀點來到40多萬人，雖然疫情所在高峰，不過當局依然按計劃來宣布，對離開始放寬防疫限制。雖然社會人數限制由即陣上最6個人放寬到8個人，仍會維持每天暗時11點餐飲業的宵禁。另外疫苗上新的進展，自輝瑞 BNT 了後，莫德納17向美國食品加藥物管理局 FDA 申請全體大人做第2檔疫苗對家社的緊急授權。美國衛生官員最近建議是做完2檔的莫德納，幾個月了後，擱做1檔加強社。莫德納在聲明中表示，由奧密克戎變異株出現了後，美國加以色列2個所在公布的數據，建議做第2檔的對家社。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講到這羅西亞拍烏克蘭的戰爭到今已經是第23天了。在東南部的港口馬里坡有一個戲院，內邊有1200多個民眾在遐避難。想袂到這羅西亞軍隊竟然去拍這個戲院，甲拍甲密密麻麻。目前搶救人員也當咧搜救，也因為欠資源、無水無電，這情形有偌嚴重，是完全無法判斷的。烏克蘭西部大城利沃夫煙囪較真懸，利沃夫市長證實機場附近的無人機維修廠遭到俄軍轟炸，好佳在無造成傷亡。不過被圍困1禮拜外東南部港口都市馬里坡，有一個做避難所的戲院遭到空襲，內底受傷1000人到1200人。目前救援人員依然咧搜救受困民眾，傷亡情勢也無清楚。針對這攻擊老百姓事件，歐盟執委會提出嚴厲譴責。
This siege is inhuman, and the bombardment continues of the city of Mariupol. This is reprehensible. 不過，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沙各地安理會否認俄軍轟炸老百姓，也否認攻擊馬里坡起義。不過，馬里坡經濟建設已經是如蒼蒼，機關有35萬人選擇留落來。不過，無水、無電、無暖氣，民眾唔知應支持偌久。Чего есть вообще жесть? Просто жесть. Ни света, ни тепла, ничего нет. Это жестоко. У меня ребенок голодный, я не знаю, чем его кормить. 俄羅斯總統普廷在拜四打電話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提出6項和平協議條件，願意甲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談判。根據 BBC 報道，埃爾多安發言人講，這個條件有烏克蘭保持中立地位。去軍事化，佇烏克蘭境內保存俄國的話，去納粹化，加另外要求烏克蘭放棄烏東頓巴斯地區，佮接受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專家認為，俄軍入侵烏克蘭，甲即馬無達成預定成果，也和和平談判有一寡機會。Right now, there is real reason on both sides to reach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with some real concessions that could support ongoing peace, but neither side has suffered enough, has enough reason to make those concessions yet. 外界評估兩國之間的和平談判有真濟困難。美國總統拜登依然咧尋求對俄羅斯施壓，伊會喺台灣時間拜五暗時9點，甲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通電會，會警告北京，若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尤其向俄羅斯提供軍援，那安尼中國會付出代價。公司新聞站回應評價。就算甲規片的花園毀掉，你也無多阻擋這春天的來到。羅西亞總統普丁對外表示，西方國家當日放消息，要人搞小家，製造羅西亞的社會動亂。不過，普丁在另外一方面是繼續打壓因國內言論自由，真濟人已經去予政府調查。就算羅西亞政府用壓迫手段要限制言論，也是有真濟民眾在網絡頂頭推動反戰爭，甚至是把事實也出來。Instagram 頂面有真濟美食的相片，也有出外旅遊所寫文章。51歲有俄羅斯甲烏克蘭血統的布洛克貝洛尼卡有近800人追蹤，這人卻是俄國政府調查的對象。Я не знаю, как я повела бы себя, находясь я в России. Может бы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оя эта украинская кровь бы вскипела, как сейчас кипит она. 伊在2月2日一篇文章譴責俄羅斯的愛國者，也強調這場軍事行動是侵略的戰爭。這個言論調查機關認定是公開地講俄羅斯軍隊的歹話，已經立案調查。另外，貝洛尼卡這陣是住喺法國，暫時無法登記俄羅斯。另外，進前早日去新聞直播現場，也標語化口號，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第一頻道編輯奧斯亞尼科娃和法院裁定3萬盧布，折合大約代票8200塊的罰款，直接宣布個頭顱死掉。有2個囡仔因選擇留在俄羅斯，對法國提出的庇護提議，伊一聲就拒絕。Конечно, думала об этом, что воз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головно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е, но,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я надеюсь все-таки этого избежать. И есл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конечно,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сесть за свои убеждения в тюрьму, 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это. 前俄羅斯芭蕾舞團首席舞步家斯米爾諾娃進行公開發表反戰的言論，也宣布退出舞團。另外，伊在3月離開俄羅斯到荷蘭，加入國家芭蕾舞團。Hello, everybody. 在此前，加州州長演員阿諾斯瓦辛格在社群網站上傳一節9分鐘的影片，講是要甲俄羅斯的人民甲軍隊講這個戰爭的真相。You're also not being told the truth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war on Russia itself. I regret to tell you that thousands of Russian soldiers that have been killed. 影片講到，普丁宣稱要去納粹化，根本唔是事實，同時要求普丁來停止戰爭。除了像俄烏的禮物，也有烏克蘭相片甲影片，希望借此予俄羅斯的人民知影講政府的真面目。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日本血統的秘魯前總統田中謙也17日予最高法院裁定得赦，這是伊個人因為違反人權、貪污等罪坐監10多年來第2屆得赦。有人是支持，也有受人反對。反對者是認為講侵害人權是袂當得赦的，愛甲伊送到美洲人權法庭，甲伊關到頭毛喙鬚白。曾在
森支持者大声反抗，认为当初将藤森起诉判刑到关系加加，拢是不公不义的政治迫害。以左派为主的民众也发起加入抗议，因为爱护藤森伫总统任内违反人权付出代价。日的移民第2代藤森千叶，1990年当选秘鲁总统，一直到2000年落台。现代上受支持者俄罗的政绩，除了稳定经济，还佫就是打击恐怖组织，特别是叫做公民之乱秘鲁共产党，甲共款跟马列主义的游击队 MRTA 恢复社会秩序过程当中，大量动员军警扫动，造成真济组织游击队死亡。藤森也加做拉丁美洲左派阵营的严重点。伊伫2000年下任了后，继任的左派总统托雷多集合司法税务顶单位，收集伊不法的事证，互藤森伫2005年伫智利比利亚，佮伫2007年被引渡登来秘鲁了后，被判有罪入监，服刑期限是2032年。2017年12月，藤森的律师甲家属以健康恶化为理由申请特赦核准，不过伫隔20月遭到最高法院驳回。这摆是藤森第2摆被特赦，按算之一，或者是自己用转去。Ahora lo que corresponde es que 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oficie al juez de ejecución penal supremo。左派民众是真不满。Un expresidente asesino, violador de derechos humanos, y lo que estamos exigiendo es que se garantice el derecho a la justicia que tenemos como familiares. 同款是左派阵营的现任总统卡斯蒂洛也强烈指责这项裁定，那本案移送到美洲人权法庭后续发展爱国观察。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新制度的教条头一批经过14天，伫今下晡4点宣布解除啊！参加的民众认为讲，这训练内容真值钱，凭4个月军事训练亦搁较有效果。国防部长邱国正认为，新制度的教条会愈来愈好。不过，有立委认为讲，这射击训练有较少，而且训练的内容也无符合修正的需求。18下晡4点1个到宣布改调，一台中型的战士列车载着人员离开桃园市路德区营地，有未少人用行离开。上下昼的教调头一批找5登场，一段射击时速大幅来增加。14天训练，大家无论是射击、带野外、武器刀，也当过22公里战术行军。有人讲，这内容比4个月军事训练也较精实。这次的体验是觉得很好，觉得对战力增强有帮助吗？有。怎么说？因为我看大家都蛮团结的，都跟之前大家讨论都是不一样。日军特别制作回顾影片，展示实在训练片段，强调14天对新训到实赛调员前进救护家园。国防部长邱国正讲到，新制教条成效认为好也更加好，未来北中南拢会比较办理。不过，为点出缺失，对教条个现役军人的实弹射击不足。只要加拍咧射击无符合作战的需求，也佫有成人前训练不足。我们战备方面没有最好啊，但在好中我还求好。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都很认真，我们也做一个很充分准备，都是以这个空战跟这个海滩的海战的为主哈。其实包含到这个都市的巷弄战跟这个都市丛林战，其实这个部分的训练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看到。两化情势紧张，引起外界热烈讨论，一期爱延长。台湾议队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因为一期爱2年的占29%，支持男女拢爱做兵的占14%，显示民众重视国防改革。我是1年10个月的，他们如果说去中心，然后再下部队，其实受训的时间4个月真的很不够。如果说要服役的话，要把它做好。你看现在乌克兰就是服役1年。他们的训练就不见得很细，最少还2年。专家分析，兵役1期延长到2年，才符合理想的作战的需求。也不过1期延长，不是今日讲明仔载就会使改，先正式训练内容才是上策。记者综合报道。第7届咱的海洋大会4月中要来举办咯，这届是由咱的友邦别流主办，美国协办。不过，即马有风声讲，美国希望台湾伫咧海洋大会卖用正式的国名和国旗。针对这部分，外交部无正面回应。不过，有学者认为讲，美国是想要伫中美关系当咧紧张的时阵，减少冲突的风险。As the host
of our ocean 2022. 第7届阮的海洋 OOC 大会要伫4月中举行，这届由咱友邦别流主办，一定有全球重要的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总统蔡英文想要派遣环保署长张子敬担任特使参与。创立这个大会的前美国国务卿凯瑞也会带团出席，台美有希望进行双边会谈。不过，最近有媒体伫报道，美国国务卿强烈建议咱国莫真请人参加，而且爱避免伫会场使用正式国名、国旗，才有主权上等的符号。就连总统特使这个名称嘛，尽量莫讲，因为美国无希望别国的代表团受到中共压力，所以唔敢甲咱直接。那我国当然我们会在这个维护我国国家的尊严的前提之下，当然是本着专业、务实、有贡献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持续的积极参与 OOC 的相关的会议。是毋是美国要求外交部无正面回应，强调会争取参与方式的最佳安排。进前2019年，海保署长黄向文嘛以海大教授的身份受邀请出席。这届听台湾友邦别流举办，佮加上美国协办，煞也是袂使使用咱的国名。学者认为美国是支持咱实际参加国际组织，无希望因为台湾名称引起风波。通常都是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那这样的情形，我相信美国也希望不要被对岸抗议，然后节外生枝。但他挺我们是说，你实质参加对你有帮助，但他不是挺你去用一个名义，然后引起一些政治的这个纠纷。严金星表示，若做是双边会谈，可能会当将国旗摆出来。不过目前美中则因为乌克兰情势紧张，美国这届应该是想要避免争论，就连5月要召开的 WHA， 拢无可能做真大的动作来声援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进前伫立法院反质询中国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国民党认为讲爱加底袂当反质询的规定列入去法律内面。苏贞昌也口说讲爱用修法来保护立委，敢袂伤过两正例，甚至强调甲这官员嘛甲草头的时代已经过去啊。不过蒋万安也批评，讲较济也是无法度暗砍政府无法度处理欠电的问题。又有免责权保护，这样。还要修法去保护立法委员，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这立法委员太弱了？话讲甲真酸，行政院长苏贞昌进前因为反质询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引起争议。国民党团呼吁讲，落实官员袂当反质询入法。不过17这天调解协商无结论，苏贞昌停反质询，认为讲，把这个官员当作教练的时代应该是过去啊。立法院过去那种把官员当狗骂的时代文化，应该让它过去了。这个时代，连狗都不应该这样乱骂。苏院长一开口就是谈猴子、谈狗。立法院是国会殿堂，不是动物园。我们就是把质询的工作做好。蒋万安嘛回讲，文政毋是咧攻击防守的问题。苏贞昌用狗来骂人，还佫把责任撒予这个基层的员工，安尼无法度来暗砍政府无法度解决用电的问题。望讲主管电力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唔通陷入去民进党的动物农庄。不断的用谩骂、人身攻击的方式，是无法掩盖政府至今无法解决用电问题以及电网脆弱的事实。不管是设备的小故障，或者是动物的干扰，或者是天灾，这样的次数呢，其实都已经从这个一年的12000件哦，逐年的在下降。王美花强调讲，外力的干扰已经有逐年降低，台电会煞咧来拍拼改善。苏贞昌嘛来甲背书，认为讲比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常常发生事故性的停电已经有减少。认为讲立委用动物的言辞来攻击辛苦工作者，安尼真无意思。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中华绿桥下骹的铁基路，今早起9点过的时阵，台铁人员发现这路基跌落去，怀疑是铁路地下化工程所造成的，赶紧用这喙石啊甲空棚吞起来。铁道局表示讲，会听候这陪班车过后，才搁甲地户搁较值钱，确保安全。铁桥路边啊，落一个长宽20公分、深10公分的坑，连下骹浸毛拢露出来。这是伫台南中华绿桥下骹铁桥路，万一若发生代志，恐惊影响附近的民体。
还好他没有发现，有及时来抢救，不然的话，怕如果说他们没有发现的话，可能后果会很严重。铁道局巡轨人员18早起8点50分发现这代志，赶紧通报台铁。导班人员也马上申请列车降速到30公里，差不多1点钟路基就修好，好在在这期间的班次无受影响。8点54到9点56，总共有6个班次，没有慢分，也没有影响铁路营运安全。铺伫铁轨路下骹石头是常常看到的轨道倒层结构，方便排水甲调整路轨，应减少噪音甲震动。不过爱常常维修，用户成本也悬，会出现落去，好像是附近铁轨路地下化工程扰动地盘造成。就是沙土啦，所以地质真的比较不稳。那我们前阵子又做了连续壁，又做了一些地质改良，那可能就会有些许的扰动。那这个是在我们预判的情形里面。铁道局相信，目前地下化施工路段地质较无稳，落入去的范围若扩大，可能会互铁轨路也落入去，影响安全。为有防才安排人员来巡逻，暗时等到车停驶了，会搁改地复站，未来也加强巡逻，确保铁路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就是清明啊，真侪民众开始去陪帮。不过，新竹的湖口公布却发生互人偷倒归队的装潢废弃物，甚至个放火烧过，民众看到是气喘喘。看到祖坟头前出现遮侪粪扫，民众气甲根本讲袂出话。是当个湖口公墓最近发现有人在遮偷拼大量的粪扫，其中大部分是办公室的装潢废弃物。要来扫墓整理祖坟的时候，才发现说，有这么可恶的人把这么多的废弃物倒在这里哈，真的有时候会非常的生气，也觉得说非常的缺德啊！不是一部车载来的，应该超过10部车以上载来的，是相当可恶的。而且在人家的祖坟前面堆积这个垃圾，而且还放火焚烧。环保局已经派人到现场稽查，包处理部分的粪扫，尾后会配合警方调查资料，抓出偷盗的人。需要做清除的部分，也是要按照警方跟我们这边调查是有没有一些相关证据的一个状况来处理。针对后续的部分，是要针对行为人，还是要由地主来做一个后续的处置。警方目前针对附近的监视器进行追查，希望料出到底是啥人这么好大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真侪卖火锅业者讲，因的牛肉卖出是套路同款，这油分平均分布伫3肉内面，卖出是款落色安尼。不过即马却标出讲，这白色的牛油无一定是天然的哦，真有可能是加工品，甲这油注入去，变做是助脂肪肉。为着民众的权益，食药署伫昨有公告，若准业者使用这款助脂肪肉，就要标示，违规者上单罚到400万。这新规定对7月1日开始实行。甲顶头真侪油火细火牛放入去火锅内面煮一下，吃起来是骨溜骨溜。不过伫咧市面上卖细火或者是香港牛，无一定是原形的牛肉，而是经过加工的助脂肉。以前有听过注脂肉这个？注脂肉没有，但是有听过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名词我现在才听过。所谓的助脂肉就是用人工甲油脂做入去3肉内面当做油火，互牛肉或者是牛排介绍变较好。而且因做的油脂无一定是牛油，有可能是麦达、食物油，甚至包括各种的食品添加物。为了要避免消费者误解，食药署伫咧17公告，业者若是卖助脂肉，就要用中文明确的标示。都不过伊省也提醒讲，3关的病人唔当食伤侪助脂肉。血糖高、血压高、那个血脂肪高患者一定要注意，不能过量摄取，因为我们就担心说你长期过量摄取注脂肉的话，你可能会血液中的血脂肪浓度就会比较高，长期的话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重组肉或者是注脂肉没有做明确的标示吗？就是要处罚3万到300万，如果是标示不实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处以4万到400万。食药署强调，无论是定做肉或者是助脂肉，拢是合法的加工肉，验过就要标示好清楚。新制度自7月1日开始，医生是提醒讲，加工肉也是要煮熟了再搁食，才袂有细菌感染，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大部分县市的代理教师，但年7、8月休落来时阵，因就是无薪水的。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今日表示，代理老师薪水本地就已经真低，那准是袂使互因去外面趁外路啊。这款的规定会影响到因的生活，教育部应该爱解除这种不合理的限制。符合平等原则，符合平等原则。开放教师兼职，开放教师兼职。大社发口号，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指出，大部分县市的代理教师伫7、8月领无薪水，高中以下的老师阁袂使做兼职，对代理教师来讲，生活会受影响。伫咧云林县国小做代理教师的林小姐讲，为了要过生活，伊就需要另外接学校的课外课程。伊休大或是休大时阵，我有学校有开一寡班，是特别照顾学习较歹的囡仔。啊，迄是另外的薪水，今嘛是无啥物拍算啊，你就想讲平常时啊，趁的就罔欠。专考三指出，大学老师会使伫特定的条件之下，伫校外兼职。可是伊旧年嘛，甲解除公务人员兼职限制的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但是高中以下的老师若是要兼职，要是要得到校长的同意才会使。因认为应该先为代理教师开始开放。他们领的薪水永远都是校园里面的最低薪。最低薪起算，他们就算你教了10年、20年，你还是领学校的最低薪。希望他在非上班时间不影响本职的情况之下，能够符合时代潮流，追求这平等原则情况之下，能够开放教师兼职。专考三表示，部分有硕士学位的教师会选择伫校方同意以后到大学兼课，但是时数会互限制1礼拜，敢若4点钟到8点钟，而且机会嘛真少，阁抢迟，问题真歹改善。针对这个问题，教育部伫记者结果进前并无提出回应。记者郭不君、谢桂林台北报道。家己县是全台湾高龄程度上介悬的县市，正需要少年人投入中介的工课。县政府即阵特别甲社区合作，替回乡的少年人举办一个中介工作坊。头一摆用媒合的方式，希望少年人会当投入社区的中介。长照机构甲社区当咧对少年朋友做面试，要互因入来社区做长照的工课。家己县政府为着要替当来故乡的少年人找头路。跟社区合作举办课程，培养长照经验人才入来农村。那这个课程就是还蛮多元化的，那也可以跟长辈一起做互动。然后，因为我们主办的这个单位就是内容的设计、师资上面都非常的丰富啊，也很专业。合作的社区透过13天的课程、工作坊甲长照中心的访视，互20万名有兴趣或者是大学长照相关科系学生来参加。最后嘛，成功媒合5位学员入去社区来服务。然后今年6月会毕业，然后就刚好很有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他们有很好的培训、很好的资源，我在这边收获很多。那因为其实这次上课程它实务性比较重，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计划，让更多的社区他愿意举手说，我需要年轻人来帮我的农村、帮我的社区做更多的事情。社区协会表示，家己县是高龄的城市，头摆用媒合的方式找少年人加入社区，希望社区找到需要的人才，嘛互返来故乡的少年人找到发挥的舞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有一个游戏设计师发现讲，市面上线顶学习语言的大部分拢是英语，因若讲到补起的部分就真欠缺。伊决心要来家己做一个台语的囡仔歌，毋若摕台湾文化做题材，这字幕阁有白话字、汉字、英语加一句。伊讲这是互囡仔上介好的礼物。第一路领盘5福临门，代表新人结合做伴的意思。红金米糕祝福新人子孙满堂。一出一出看到红脆烂插插地的板豆菜，对5福临门到起家圆满，正正台湾味。好食的料理有听目的色地，好味的香气，煞水的滋味。上界重要的是生意吃水甜。阮内底有一个 slogan 是生意正水甜，伊就是要传达这个你若是有心，就会当会用足简单的物件，会当互人感动。啊，这嘛是阮第2季想要传达的一个重点。你有可能目睭看到的，喙啖到的，耳仔听到的声，伊会引起你的头壳内什么款的记忆？这就会当去吸引人吼来学这个母语。
设计团队特地咧有真侪好食面的台南，因5个人拢是工程师出身，平均30岁。带头的吴俊明，成大自工系毕业，专门替国际大企业设计软体。4、5年前做爸爸了后，发现台语线顶学习工具真好找，囡仔拢讲学英语的较方便。伊转开始家己出钱做台语囡仔歌的 APP， 所落去录台语歌谣，到即阵设计第2季的台语网架。吴俊明讲，这是送互囡仔的礼物。虽然讲无白讲该趁钱，毋过嘛是会当听会当看，我是感觉就是成熟的。甲阮做一个老爸嘛，互阮囝的一个礼物安尼。所以因有足侪校即个老师摕咱的网架，摕咱的影片，互囡仔伫校园顶悬来看，我就感觉是就成熟的啦。古锥的动物做网架的主角，用全台语发音，小解生活中的台语词类，字幕毋但有汉字甲罗马字，也通经英语甲日语。团队用热情甲科技专业结合台语，因讲这只是开始，会继续替后一代打拼，也替母语传承尽一份力。记者阿明真曾派文台南报道。文化部头一位认证的布袋戏重要传统艺术补助者，也就是人间国宝陈锡宏，今年已经92岁了，目前还佫伫咧教学生。伊毋但会晓搬布袋戏、念戏红啊，这戏服帽啊，拢会晓做。即马伫屏东有一个陈锡宏特点，拢是老师规世人的心血，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一个人双手弄2身红仔，陈锡宏已经92岁啊，动作悠闲真有路，互遮的红仔拢活起来。伊是文化部头一个认证的布袋戏传统艺术保存者，又阁是重要文化资产保存技术的保存者。毋过看到布袋戏渐渐要无去，国宝级的师傅一直咧牵学生。即马台后搬戏的，毋但有伊的徒弟，嘛有徒弟后生。布袋的物件真歹学，我看角色看偌济，不但敢若声哦，连遐红仔的迄个行路也共款哦，所以讲我咧请啊，拢甲人无共款，安怎无共呢？伊个红仔请出来，我是当做人，你袂使甲当做红啊。毋但搬戏，陈锡宏要修复台北5戏馆收藏的18身红仔，伊嘛会晓做红仔的衫甲帽仔，而且甲遮的传统工艺拢传互后辈。其实它非常的伤眼力，但是它做起来其实非常精致，然后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屏东戏曲故事馆对18开始展出陈锡宏的特点，毋但有国宝的手艺，嘛有无形文化的传承甲创新。陈锡宏上大的愿望，就是传统的布袋戏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陈嘉文、外围做屏东报道。伫咧台南嘉义的延平社区，较早有汤铺，即马社区的甘蔗也特别大出路。为着要带动这地方观光，因要举办一个体验的小旅行，那后民众家己去炒乌糖，也了解做糖的知识，带大家登到农村的生活。甲拄采收的甘蔗加做汁，掺伫一鼎芳公公的乌糖内底。这是台南嘉义延平社区的制糖体验活动。延平社区为200多年前就开始大量种甘蔗，有台南糖乡的称号。即马嘛靠农村再生，互在地糖埔变成食农教育的基地。嘉里延平社区啊，在200多年前就有这个制糖做甘蔗了哈，那用糖布来发展他们的制糖产业。那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最近几年针对我们的包装设计的部分，包括花生糖、芝麻糖以及手工黑糖的部分，我们都有做一些包装设计的提升，那提供那个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价值啦。每一当若到甘蔗的收成期，延平社区拢会推出农村体验的小旅行，毋但会当互民众更较了解制糖的知识，嘛会使互因体会其中趣味的所在。我们的农村小旅游最主要来到我们社区哈，就是体验做糖。那另外还有做爆浆馒头，还是做菜粿。另外还有一种歌岭的体验哈，热门的2大项就是做糖甲歌岭的文化体验。甲制糖文化甲农村的体验活动绑做伙，成功甲地方的产业经济发展起来。看游客家己炒乌糖拢笑眯眯。这个社区内底，毋但空气是香的，连大家心内拢是甜蜜蜜的。
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宜兰到新竹对16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